冇錢，知咩戲我買到10蚊8蚊買3個幾好喎。係咯，嗰日嗰個阿姐拉咗啲樹咧，佢話拉去揾收車，我話嘢冇㗎啦，成個交咗，跟住話俾我，跟住我第2日拉咗去買咗30蚊啲書啊，啲全部都啲教科書嚟㗎，啲可能會考完。咁賣咗咪得啦，禮拜1先。我成日裝冇得賣，賣到30蚊喎，我出現好犀利。我而家呢啲下欄，嗰啲報紙我自己儲埋自己買啲10蚊8蚊咁樣報紙。各位旅客，列車前方停車站是真骨頭車站。取消佢哋是但兩。各位旅客，列車前方停車站係真木頭車站。我7年前而家就出糧。是啊，呢啲冇走，有啲冇走。如果高薪我就或者係加啊，或者未加啊嘛。哇！一間7000個好，我加500蚊我仆街。以前咧有啲美國都個牌，而家嗰個牌值錢好多㗎啦嘛。有果份又冇，有果份而家每一隻嗰個7年。嗰陣我全部7年前做嘅，我全部7年前嘅，央姐做咗我青島咗咯。而家好奇怪，你去邊？咁啊係啦，啲學校所以公園啲金，係啊，乾乾淨淨嘅，真係。你跟住你如果就有人跟住就翻去咯，咁不如假日你去有得你就未走嚟走，呢啲又唔係呢啲早就7日就收去。即係呢個又公司經理有嘢俾你就咁嘢咯，所以話落嚟我都話如果做到20日，我覺得好似1萬蚊先落得袋俾啲錢落嚟。你有翻嚟走去，好快就唔止1萬㗎啦，而家出1萬有300幾萬。